当然，因为日照充足，有发展太阳光电的条件，不过因为暗场占地足宽，利益庞大，高大争议不断。对此，议员王家珍5号伫经发局的工作报告，用伊所听到的研究指出，这个台南就是布满光电，温度升高3度，才影响台南的气候，甚至拢无落雨。不过，该讲法嘛引起议员蔡小薇不满，认为是混淆视听。我这边一个最新的也是知名评论人士的社论，他提到已经有研究展示，因为光电的布满各地方，造成了温度的提升3到几度。那还有，您看到没有？最新的一个新闻，今天一个新闻，昨天您知道有多热吗？昨天您知道有多热吗？38度。38度。太阳光电到底跟天气变化、跟所谓台南不下雨有没有关系？我想我们身为民意代表，有必要让民众以正视听的一个知识告诉大家。局长说明一下吧。即马目前按照咱台南这个比率的那个百分比拄啊咱县有2192平方公里嘛咱即马写到28平方公里尔，所以讲无到1%啦。所以讲，即个要影响到规个迄个落雨的状况是，迄个情形是较无的啦。好，所以我希望我们也不要混淆视听啦面对议员的质疑甲争论，要求用科学研究来查证。对此，经发局长林永川对伊经济部有澄清，并无这款的研究，嘛用伊的专业表明太阳光电发电并未影响到气候。之前我的背景就是做有关防灾所以讲有关这个部分，伫我的专业领域内底，这是无关的啦。就是讲嘛，最近嘛过来的专家是包括彭启明，伊嘛讲咱会当出去看比如伫咱即马这个时阵，你去草坡啊徛咧，路的阵去草坡啊徛咧，还是去迄个暗暝土地徛咧，你就当感觉讲两个差异啦。其实是无差的啦，咱一般是看袂出来。伊会影响到迄个落雨的状况，是因为较大范围的气候变迁的，毋是咱即个小范围的即个变化。太阳光电的发电到底敢会成为两个日头，冲击到台南的气候，甚至影响袂落雨，也是爱徛伫科学专业的立场来讲话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